公娘得多。我没跟妈妈说过，就是很抱歉，就是我不知道嫁人当媳妇这么辛苦这样。好好讲也剩饭。谢谢。我弟啦，我弟甲本我爸爸都辛苦啦。不过我希望我可以是妈妈的骄傲。人讲坚强自大又善良，算是一份客家料理嘅精神，我嘅料理谁买？那苗栗的猫怎么叫？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你可以学一次。我没有练，没有哪里的猫都是一样叫吧？没有，山上的猫怎么叫？你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原住民养的。上礼拜有邀請到東道來賓來講家到老媽媽之間感情嘅故事。下禮拜嘅節目繼續延續上禮拜，邀請到東道做媽媽老聲音嘅來唱歌嘅，還有來分享哦。一下大家就共下來欣賞今晡日精彩嘅節目哦。
棒的母女啊！如果讲俩弟用会有历史按不会冲过哎，家学渊源，对，应该是这样子。嘿嘛，哎，排泄今日冲妈妈到好，唔会，上鬼卡定咧，哦，卡，係真是下起嚟啦，用啥搭批都哎呦，青菜葱葱的，狗拉拉的，都闭麦，你知道我堂讲真的，當時你哎呦，嘿夾熟，夾熟啊！有沒有默契很好？哎呀，我那個夾熟，母女如果没有夾熟，那哪还叫母跟某一女天哦吗？哎，是吗？有，那不一定啊，說不定我媽就還好。哎，邱媽媽之前有來過嘛？去年。就是喊他跳前面，他們兩個都退人後面，喊他跳前面。他有沒有健身哦？今天特別來血池了。血池啊？為什麼血池？因為去年來一次嘛。之前有來過係啊。母親節特別節目係嘛？幹嘛？沒啦，哦，必須哦，必須的時間，我就第一擺看到邱媽媽，第一擺讀到。還有檳榔嘅時節有那個什麼嘉賓演唱的那個那一集，然後我就邀嘉賓是媽媽，然後咧，然後媽媽是你的偶像，就衝要是狗，沒啦，因為吼大做出來呀，為一直等到下組頭嘅時間，當上當木水嘅，冷睇咧，結果哎呦，我佢水唔記得水當實你呀，係必須嘅時間，記得歌詞，對不起哈，沒有人，那分數是我的也還好，必須要做你的停腿啦，哎呀，所以那一次是媽媽是老鼠屎，沒，他自己不理想。他自己不理想，所以他拖累了你。沒有，分數沒有，分數那今天有扳回一城，有非常哦，衝得清有，今天真的比那時候進步很多，進步很多，今後只是兩個站得有點遠而已。這樣就站近一點啊，可以啊，可以。小時候說真的，歷史會用來扮用來聲音哦，直到佢用下來吼。做當討喜用嘅，當到一樣，當等人食當生氣動作啊！哪一個小孩生出來是不討喜的？不過我就印象很深，是沒有錯啦。就七卡做阿爸妹看七卡聲音的時間啦，印象冇當成嘛。像佢細細時間，嗰下有冇50年的有冇哈？啊，叫我拿個紅絲巾啊，哈，咁摸帶帶呢，中國新年。叫我去個表演就出來，我好奇怪。時常都喺度 say 話呢。佢卡下。已經會行幼稚園吧？盲上幼稚園3歲以前有，後尾講法啦，很嫩，當奶音這樣子。只有兩個真傳就出來。每個操當神清用聲音安泰，我學嘢唱歌誒。親喜歡太家那樣，喜歡大家關注你，是表演不太去給他看那樣。小時候可能不懂事。不懂事，還是爸爸媽媽會說來表演給叔叔阿姨。佢即刻拿到，佢即自動自發拿到來呀，做當神清。佢去教好嘅啦，他自己喜歡表演，從小就展露他的表演天分。把它拍下來嘛？佢下冇啦，用30年前嘅網友劇咁嘅。佢樣是無種也數記啊！係咪？那有個臨時拿到嘅模。真的哈！哎呦，就做得家家帶出去表演的呀，係冇？就可以常常帶出去表演啦。常講係有音樂會表演。冇聲嘅節目，係講佢喺北托太康以後哈，嗰個藝術那個藝術大學。北藝大，因為另外一個是台藝大，你是北藝大的，對，關渡那一屆，北藝大好漂亮誒，北藝大很漂亮，真的。係講佢頭擺啊哈，喺讀高中嘅時期有參加那個樂音社，結果佢講起表演，係做阿美人當聽香港你看佢表演你乜嘅情景，結果呢？佢講嘅時間每半個啲，但表演完咗講衝起嚟啦。係至少當神清我們係自家聲嘅，而且表演唔好捱看啦。頭擺咩人用咧？你為什麼那麼給小？會不好意思。我覺得我不知道當時的我怎麼了，但我在想，有可能嘿，那時候覺得表現可能不理想，不想被他看。哦，就只是怕丟媽媽的臉，因為他就是表演者啊。對我來說會。媽媽從小到大，你也是耳濡目染。就是他上去聲音都沒問題，可是我熱音社的狀態沒有了。就是現在看，就像我剛剛這樣是嗎？不知道，就是記憶模糊。但我在想，應該只是怕被他看
到不好的那一面。哦，所以冇同妈妈讲啊，是想把最美的对啊，给妈妈看我那我误会你的，那我对不起，你误会很多年了。冇谈过啊，公子生之莫公子心，因为電上嘛該喏，你冇人嚟講，係嘛？然後就會講出來了呀，講出來就對了呀。自愛咩樣樣啊？那個心事冇人講啊，因為點咯？哎呦，嘿吼，真的有啲屬於糖豆哈。對啊，就像雙班我個生意嚟講，其實我做嘛，我你有冇同佢講？爸爸冇賺來，我有同講啊。哎呦，吃菜法。對啊，係啊，流賴啊。流賴哈。流賴啊，嘿哦。不過這也講真的，今日糖豆媽媽吼，還有從歷史啊，看我創一條歌誒，真的同之前感覺都冇共用。好像今天現場，好像你又要特別要獻一首歌本來的歷史係嘛？哎呀，媽媽我獻本歷史哦，充本給糖嘅歌誒。哦，好啊，梗係。心存感恩啦！感恩。按自細講佢睇到我出世，一次按自細我嘅祖先，我嘅阿爸咪讓我供下來，我再供佢下來，所以跟我唱一首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我送本歷史誒。哎呦，這首歌很久沒有聽到，觀眾朋友應該懂我一堂那首歌。很多大合唱，那個。對啊，媽媽從年輕就開始就是，其實是我們的前輩呢。白夢玲小姐，白夢玲，白夢玲，我記得我名。家我後生人去嘅啦，後生人去表現。對，落享福啦，哈。用他的雲送唱媽媽來咧，唱一條感恩的心，幫你觀眾朋友彈下。好，來，老師。我來自偶然，像一顆塵土，有誰看出我的脆弱？我來自何方？我情歸何處？誰在下一刻呼喚我？天地雖寬，這條路卻難走。我看遍這人間坎坷辛苦，我還有多少愛，我還有多少淚，要蒼天知道，我不能說。感謝有你伴我一生，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謝有你，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感恩的心，感謝花開花落，我一樣會珍惜。媽媽的心情都總歸在這首歌裡。是哦，對呀，感恩有可以生下這麼傑出的女兒。對啊，對呀。感恩麗叔的陪伴，感恩大家在現場陪伴我。對，我們突然好像到了師兄師姐的場合來了。對，媽媽唱完這首歌，你好像一點感動的心都沒有。因為我在聽你，還有你合音，我力好好聽。對啊，哎呀，好聽啊！有聽到羅哥的合音，享受中。真的，我有聽。這兩個老人家互動。沒有，兩個寶刀未老的歌王歌后合唱。麗叔，你媽媽冇親熟係嘛？冇，因為麗叔本來覺得他比較內斂的啊，對，有場時就是在表達情感方面是比較害羞。但是佢懂貼心啦，貼心貼心啦，哈！啊，佢雖然佢都特別忙，喺度帶苗哩嘛，哈！佢冇咗呢時間，家庭的群組從都會問候啦，像生日啦，好有問佢佢強樣愛嘅，家有看到兄弟還有阿婆嘛？唔好講潛多年啦，你啊冇得潛水啲杜洪啊，唔會有拜氣哦。哎呦，佢車走日本去啊，哈！相片拍咗那個，那叫做高興係做唔知。有啲13年呢？哎呦，係咪嘅拜？
哦，你很厉害，背包客很勇敢哎。去北海道背，包客勇闯日本啊！勇闯日本没有某年第一年你什么都知道，啊，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看到相片的时候，你要他说看到那个哎呦，我有走日本哦哎呀，伊了用很勇敢冇走用啊伊了，跟娘某的喙齿这种跌退用的呢，做得说娘多的啊。因为佢冇人嚟講冇人講啊哎唔過如果佢啊，當然要傳他的訊息進來啦，要協將嘅風景嗰度分享，哎呀，係啊，雖然係冇去啊，但是心疼佢去啊。心疼佢看阿姨了就錯心疼了。佢。過年有閒時間帶媽媽看阿姨了，我說的疫情結束以後，我們來看你看。確定哦？我們有錄影為證哦。然後爸爸開車，啊，爸爸開車開到日本去啊！開完了沒做得啦對，充電沒一家人看他追了，真的，時間可以擠一下，係啊，來，今天媽媽既然來到特別的現場日子，有乜嘅發現我對媽媽講嘅？祝福媽媽身心健康平安。阿彌陀佛。我們全家真的都在用感恩的心來當一個問候語。希望在生活上大家彼此的交流也是健健康康的。好的，謝謝施主。然後當表演者的那個享受舞台的狀態，也歡迎把它放在生活裡一起享受。是要把狀況找回來，好文縐縐啊！要把那個狀況找回來是嗎？總而言之，健康平安最重要。健康平安，然後感恩媽媽，讚嘆媽媽。對啊，交流傾聽彼此的那個狀態就會很快樂了。好的，交流去充電，對嘛？哈，充朋友共用。母親節特輯目前最歡樂的一集，最歡樂的一段。對，也好了，你不能做我們的每一段就這樣，然後我們不會啦，觀眾看了就會覺得哦，會很沉重，偶爾開心一下。節目要起伏轉，哎，因為個啥，每個家庭其實母子之間的相處不太一樣。對。好，多謝媽媽，給你來節目，謝謝。拜登沖我個糖哈。好，按後糖喺果上。安子生。好，安子生，多謝，回座休息2秒。麗叔好像如釋重負的感覺。這個母女真的唱得很有趣，真的，母女唱得太好了啊！親後呢？對呀，接下來這一對母女就會比較也都很厲害。親力會跟某共用的不同組別啦，不同組別，帶來嘛個歌嘅呢嚇，帶來嘛個何建峰還有林采莉，帶來後堂嘅歌嘅啊。哦，好，來聽下來看看啦。一條路山愛春動。聽說采莉哦，對乾媽的印象不好。第一擺看到佢喺田春燕愛比賽之前，公演前佢來辦方愛練歌誒，因為我做樂師，我都親前面坐定，就看到人家都嘅後輩用進行業來啊，奇怪嘅一啥怎樣，很像要去時裝秀啊，哎呦，花枝招展，對，他走路條誒，哎呦。
两位哈，这个两位原客美女，原客美女，不是亲生的母女哈，比亲生的感情还好，真的不敢这么说，是不是？都亲口，我不敢讲，我怕他妈妈吃醋。他妈妈会吃醋吗？会哦，会哦，感情亲后就抽了哦。对，因为那你现在讲出来不是？最近都逮主动啊，逮主动啊，苍苍抖俩来啦，懂啊俩逮。哦，系啊，最近来用的俺没文盘的啦，哎将心比心呐。哎呦，喊他后啊，就有一个干妈喊他揪公来摸人啊，吃都喊他怀疑。其实两个妈妈呢，谁有你那么幸福？对对不对？幸福。好像，但是听说彩丽哦，这个不孝你啊。一开始的时候让干妈不喜欢不高兴，不是，是他对干妈的印象不好。哦，对干妈印象不好。是哦，为什么？一开始，两三位音色哈，迄都谢老师、车启贵老师嘅片，主动又开班，啊干妈又过去嘅片好，啊第一摆看到佢，喺田春嘅愛比賽之前，公演前佢來辦方愛練歌嘅，愛比賽咩？結果佢就想講奇怪，太假鬆褲啊，就是穿得輕鬆。比較輕鬆嘛，對對，就是便服，對對對，啊，只有一場吼，都後尾行下入來，因為我做樂時，我都親前面坐定，啊，就看到人家都嘅後尾有進行入來啊，奇怪嘅一場總像很像要去時裝秀啊，哦，對，很像要去時裝秀，穿得很隆重就對了，哦，口紅哦，有畫口紅，又噴香水，哎呦。做到哦，就是很華麗，穿那個高跟馬靴哦，高筒的還是高筒，就很像去走秀。結果會不會按有行業來走台步進來，還豹紋了，豹紋的，對，穿豹紋，真的呀，全身豹紋啊！你是幹嘛？你是要去上班哦？沒有，因為謝老師很帥，哦，穿很漂亮，他是要穿給謝老師看的啦。而且他那時候又是燙那種波浪捲，哎呦，滿頭捲，像是。參加什麼人家穿的好看，你幹嘛？你嫉妒人家？就是對啊，你為了這個不高興太奇怪了。看的就很討厭，而且每個禮拜都不一樣哦。吃醋，那滋味。沒有吃醋啦。哇，遇到掐起過欣賞，爭風吃醋。很討厭的那種感覺，不知道為什麼。第一眼看到他就不喜歡。哎呦，這個老女人。有的人不喜歡是因為跟我太像，搶了我的風采，是不是這樣？還是你覺得哎，這個老女人這麼不，她穿得這麼花枝招展。對，他走路很搖哎，哎呦，他扭屁股這樣扭進來。你那天怎麼走？你走一下。他就走進教室有一種，因為松很有自信的感覺。穿高跟鞋剛好好高踭鞋走起來就會嗰種感覺。有腰啊，你看水桶腰嘞，冇窮用嘞。剛好有些是穿着高跟鞋，哎，對，上菜，真的啊，就穿了有，沒有那麼誇張啦。對啊，這是第一印象啊。對啊，平常哦買豬肉做到姐啦，不撈啦，而送三個有機會就做下醬啦。三個班又按斗你做的可能來做醬啊，把家裡最好的一套都拿出來，每個禮拜走秀，對，每一個禮拜，他每個禮拜沒有重複過哎。連外套都沒有重複哦。哇，賣豬肉很賺錢呢。沒有，對不對？然後那個耳環也很大，項鏈也是，就是全副武裝。真的看得很清楚哎。人家是去學唱山歌，他是去找克兄。他不是，人家只是穿得漂亮去唱山歌，就像永遠會做他講一豆本所的意思，慵慵嘛，奇怪呢。是愛講啦，就愛大潘聽聽啊。賣豬肉的時間就是做青菜裝嘛，對嗎？對啊。對啊，圍多種人哈，撲撈就豬肉節的樣子啊，下班不能夠變成那個嗎？對，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對他印象好？後來比田春義，田春義比賽時間啊，第一日係合唱比賽，謝老師，我老謝老師叫我去做樂師，我們有一個合唱團嘛，叫我去比賽，我做樂師，啊，後來結束之後，謝老師就拄好看到乾媽行過來，佢就問講，他說。他那天也是穿很漂亮，也去比賽嘛。他就問講，吳景鳳過來這樣，好，這時期還蠻貴名啦。吳景鳳你過來啊，你說你是什麼族？
他问他原住民哪一族，哪一族？结果吉堂唔错，吉堂都讲我是比哪一族。他说他老师问吉讲你哪一族啊？结果吉就我小调族啊。这样子，然后我想说，这个人怎么那么有趣啊？不是问他原住民哪一族吗？你用黑讲乃必小调，小调族。对，然后我想说，哦，这个人也太好笑了吧。然后我就那时候就有认真看他的脸，然后就有印象，比较有印象。他也蛮凭直觉做事。对，然后后来就是比赛，他有就是有接触到，还有听音乐比赛，嘿。干嘛过来？因为我入围，我有入围，佢就行到我顺风来讲，妹妹你好棒哦，你入围，加油哦，对，然后我说他其实他人蛮好的，对呀，对，然后就是对印象就有比较改观这样子。加几咩 MV 嘅嘢，人来讲呀，激发，歌后佢就。你自己讲好了，他是说他因为我讲话，他就很喜欢我。哎呦，是怎样？你是怎么样对他？我说妹妹，恭喜你哦，入围哦。他说，你也可以啊，而且很拽哦，这样，你也可以啊，因为你也是原住民。哦。你讲我完全唔记得我有讲过呀，激发。正经哦。那印象很深刻。後來記有人嚟講，冇啊，我冇人講過也記法。有，我唔記得咧。而且他那時候很酷，很酷，他講話很酷，不大鳥人。因為他們這種就會互相會覺得，就說，這講話很直，就是很對位。愛中意，對啊，有對咪啦，跟我的頻道對了。對。後來就感情就認作乾女兒了。有約一起喝酒嗎？喝酒。因為我那時候我們那天要頒獎啊，我們那時候頒獎的時候，等頒獎的時候，跟莊瑞昌大哥啊，還有廖瓊宇、小蘋果啊，我們在那邊喝酒嘛，吃點心嘛，是酒啊，高粱酒。然後彩麗跟她妹妹就站在後面看，然後我想奇怪，這妹妹一直站在後面幹嘛？那時候跟她又不熟啊，然後我就說妹妹，你會喝酒嗎？會啊。我很會喝哦。原住民呢，我怎麼不會喝酒？高粱酒剩下1/3杯。好，那你喝給我看。然後他就拿來乾杯。我心裡想說，對，我本來想說他會喝一口而已，結果他就一整杯這樣嘣就喝下去。小杯的還是大杯的？就這個玻璃杯，一般的玻璃杯。一般我們去吃飯那個用那個一般的玻璃杯。然後他整個乾下去，我說這個很猛啊，很猛哦。結果一下子他的臉全部紅了，像關公一樣。然後就倒了。沒有啦，他就忍着禁住。我喝酒會臉紅，馬上臉紅。對，很有酒膽就對了。他很有酒膽沒酒量，我發現這小孩子怎麼那麼可愛。後來我就說，來爆料我，加賴啊，加好友啊，我就說妹妹，那我們來加賴加好友。他說好啊，加賴叫過氣，加賴，然後你叫小豬妹，為什麼你叫小豬妹？他說因為我喜歡豬啊，哎呦，豬很可愛啊，所以我叫小豬妹啊。這小豬妹哦，我喜歡佩佩豬啦，喜歡佩佩豬，他的那個賴哈，不是真的賣豬肉的豬妹。然後我想說，奇怪，為什麼你叫小豬妹？他就說，因為我喜歡豬，豬很可愛耶。然後我就說，我每天看豬我都覺得很醜又很臭。然後居然說喜歡豬，我覺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啊。他那時候知道你是賣豬肉的嗎？他不知道，完全不認識。啊，佢咩醫生師？佢講有人愛做模嘅。天下，佢樣子天下都有。個天創意比賽過後，上課嘅時間，佢就見我人愛做模嘅。就幾百啉酒過後就到誒。是酒過後，我就笑笑，我就沒有回應他，沒有答應。不屑。也不是啦，不是這樣子。啊，佢就見過，我人愛做模。後來就想，好啦，那就反正有認識一段時間，我覺得 OK。啊，佢當後時候係因為佢愛人愛做模嘅，佢就啲愛好多林采莉，啊，愛幾多歲咩唔啲，愛帶奶幾咩唔啲，乜解就唔啲，就啲愛三張名好多林采莉，很會唱歌。那你蠻隨便的呢？因為他在謝老師那邊
我爱先打鼓呢。哦，而且他是小老师，乐師哈，動厲害。完全幾時嘅，我就覺得他很厲害，很有才華。我要來呀比賽，哦，完全唔掂呢，完全不知道他。覺得跳演啊，也就有緣分啊，係冇？佢咩輕怪啊？真的以後覺得很後悔啊，很後悔。哎，給佳佳一老你天數呢？為什麼會後悔？然後買主牛很後悔。人家以為我在高攀他，因為我不知道他有名啊，俺弟弟有名呢，俺弟弟有那個17那個打擂台比賽過，天川是又比賽，俺沒弟啊，俺我那時候所以旁邊就會有耳語說，哎呀，那個錦鳳可能就是因為那個豬肉鳳是不會啊，只是他自己會想，他會以為，人家以為都他因為他自己多想，所以我後來我知道你這麼有名，我才不要認做乾女兒呢，我就這樣子講。但你對他很好啊，佢會存天數，還會拿紅包錢本給。那按下給，就去年疫情的時候啊，疫情的關係了，生意超好的，大家都不敢出門啊，生意超好。豬牛賣豬牛，不敢外食啊，不敢出去吃啊。哦，人像我買專業不卡車豬，哦，勝利東河其實都在停銷啊，都狂愛東漢其實都在停銷啊，按乖，親友好呢，親乖。講特別專業嘅要神細細，買東西買得要神細細，誒專業用，誒包包哪有，大概要幾錢元？幾千塊。哦，我買豬肉以後穿呢，充點沒兩嗎？沒時才發啦，你時差啊，沒有，毛利嘿到竹東啊，有錢啊，就是還好是一禮拜就會去嗰邊待2-3日，待幾片，啊，讀書又賺沒有力，就按樣，因為嗰是完全冇表演啊，用筆走來走去按樣，啊，就一天數啊，賺不開的時間，我用到錢，那皮包一打開，用皮包有錢，所以你就當好戲對嗎？哦啦，沒有，我也是真的有在幫。哎呀，有咩正經有做條路呢？打工換宿，大概。對，根本係母親節啦，哈，感恩他。哎呀，他講彩禮有東西要送本。哦，彩禮有準備東西呢，有準備東西要送本。他每次都給我驚嚇或驚嚇還是驚喜？驚喜很多，每次都被他嚇到。哦，讓你受驚了哈。哎呦，我們的小馬哥，哎呦，你在那邊賺那麼多錢。喜哦，你怎麼不接？其實這只是盒子，裡面是盒子哦，裡面是體重機，體重機嘛，魚蟹蟲也真的是體重機，所以現在是要直接量是不是？沒有啦，這是那個腳底按摩。腳底按摩，你是怎樣業配的？沒有業配，沒有，要擋起來，我沒有業配，因為剛剛公演前嘅一部嘅吼，青魔漢、董某漢，因為要拜佢公演前來老佢，就是我幫他行銷，網絡行銷，因為有賣煙腸，有賣鹹豬肉，所以我幫他用網絡行銷，所以今年呢那個訂單咚，就是對，就是比之前好，因為人家一聽就是煙腸就會10斤，就是10斤起跳這樣子，10斤20斤這樣，對啊。就是他最近做很累，因為只有剩3點要放床，可是周四我做到下晝差不多1點，全部起電對嗎？對啊，就做到下晝1點。哇！然後我想說他很辛苦，他每天，因為他每天回家跟我說他腳痛，因為我想說我總不可能，因為我要3點天氣叫他出去做生呢，我也不可能，我冇可能講當你老給按摩啊。那你哦，因為裡面要有空時間出去。你有幫他按過摩嗎？有，有哦，常常幫我按腰骨。哦，真的呀，真的很貼心。然後難怪他前幾天問我說，如果腳底按摩機跟筋膜槍，你要選哪？你會喜歡哪一個？我說傻瓜也是選腳底按摩，不用動手啊。難怪他有問我，原來是這樣子哦。我送本情感通哦。哎呀，來，沒有白疼你呢。哎呀，真的，送給乾媽，真的沒有白疼，沒有白疼。跟他空盒子哈，不是有些充量。那你為什麼不2個都送呢？哎，他的收入有限啊。疫情就沒有賺錢呢。對啊，有心最重要嘛。壓力不輕厚的啦，對呀，等路輕厚。哇，感謝。疼有用，疼有用。下有用啊。沒有白疼，沒走到吼，走沒有。真的，人家3個小孩，你為什麼都沒有一個喜歡的嗎？其實沒來。周末會較好呢，周末會較好。周星球我俾你苦托呀。也不是啦，那感覺會不一樣。真的。印度嘅就安尼摸嘅嗬，真係要甘心啦哈，甘心啦，全國電子就甘心啦，真的好高興哦，好高興哈。
可以有女儿真好。有女儿真好，按摩一下，你看，对呀，好啦，希望你们这个缘分啊，还有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好不好？啊，那你也要孝顺干妈哦。当然会啊，现在就开始了，有在做了。对，用说的不算，搞不好以后干妈的钱都不给3个儿子，都给你，我跟你讲。这我不敢想，这我又不是为了钱呐，对不对？干妈长长久久活着自己用。对，好 ，OK， 谢谢2位，谢谢安志姐、小夏的来合作歌曲。好来沙，好沙落去，来文主还有注意心带来熱頭髮。好來，躺下啦。妈妈刚刚差点要走光了，你爱心太歪了。他走光也没人想看。我会把它贴上草莓，还可以啊。哎呦，記得要送埋來嚇冇。係可以嚟清晰，有些 baby fat 嘅嗰種感覺。新眼神的呢？新眼神啊！送埋來喺度啊。去年嗎？去年哦，對，去年。差眼神差很多嘞。對呀。你還可以嚟從小姐可以用，你很自在，你在幹嘛？你在運動呀？抓屁股啊！給條樣。練那舞蹈動作，嗰種感覺。哦，媽媽，你覺得媽媽兇不兇？還好，還好，不怎麼兇，不怎麼兇哦。不會打你哦？會啊。會啊。他都怎麼打？打屁股啊。打屁股。叫我趴着打。趴着打。不是我這個寵物都講誰來？三個嘛哈。女兒會不會真的感覺比較貼心？因為我有感覺。
因为我就是从小朋友出生到现在，对啊，其实都有在习惯带他们过节日啦，对啊，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因为希望说可以给他们这个生活中的仪式感。你要不要这种享受都知道对，啊，让他给新眼神的呀，就是近几年我的生日，或者是说母亲节，然后圣诞节也会，就是会收到他的爱心卡片，对，还蛮感动的这样。对，亲口都在属于了，汉拜都会亲口的皮衣呢。这个是谁教你的？是你从小自己会觉得会这样，还是老师会希望说啊，明天是母亲节哦，然后你要写卡片给妈妈？功课吗？因为妈妈都会送我卡片，我也想要送她。给七嘎发，你看邓营销哦，你自己画的图哎，很厉害哎。对。这个有，我儿子他也是会啊。里面不会哈下温哦，学校老师会交代他们做，给功课啊，还会做康乃馨给你们。有小时候对，我们都有把它留下来的。对啊，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很贴心了。他也是觉得某一天啊，他也是有的虽然因，他。有去给他想法，有去给他事情。塞莫他不会比较，我觉得还是有差啦，比较贴心。对，像学校会办理那个办户外活动，或者是跳蚤市场，对，然后他就会想到会买东西给妈妈按摩。对，有一次就是有买，因为我很喜欢按摩，我会不时头痛，有偏头痛的镜头。对，然后他就有一次买那个像章鱼啊。八爪那种，就是回来会帮我按摩这样子，帮你马杀鸡的哦，对，还蛮贴心的啦，很贴心，所以有差，你可以再标一张啊，标一个啊，我阿公啊，谁囝？你说他的孙子跟他儿子一样大，阿妈谁囝拍饼啦？那以心妈妈对你好不好？对我很好，而且对我很有耐心，就是记得我都第一次写作文的时候，我就不会写。然后妈妈就陪我写到半夜2、3点，而且妈妈明天又要上班，因为你功课不写完，妈妈很难办啊。对啊，老师会打电话给妈妈，这样就是对她很好了，盯着她写功课。真的，我儿子之前。然后妈妈有教我，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写。妈妈有教。妈妈有教。不然还会打师傅。还会打师傅。结果今后最后作文都是妈妈写。就是我说一句你写一句，对啊，都是这样子。他要有自己的想法，他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我帮他修改啊，修改嘛。我儿子是从头到尾只是假借他的手写而已，都是我的想法这样。对。他作文成绩很高哦，很高，是你的造诣很好吗？还好，只是他有一次写一个作文，题目叫同学会。同学会。对，然后那个得到佳作，就是优等这样。优等，因为他只有写了一句，他们都没有邀请我，所以是同情分是不是？史上最催泪、最简短的一个作文题目，真的很催泪。内容怎么回事？唐凤秋给文竹啊，他这么乐观的人哦，但是产检的时候听说。闹了很大的笑话，对，就印象很深刻。对，那时候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其实有点多愁善感，就是会有点胡思乱想，有时候怀孕忧郁症，对，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有时候会想把事情想到坏的地方，负面。对，有一次就是在照那个超音波嘛，然后医生就说：“妈妈，你的妹妹，你的不是妹妹，那时候不知道女生，你的宝贝，脚大腿很长，对。那我第一个想法就。”飞雷，对，他大腿很长，那小腿怎么办？对，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是比例不正常，或者只有大腿没有小腿，或者畸形儿这样子，就会讲。没想到是说是长腿妹这样子。他只是要赞美你孩子腿很长。对，然后医生就整个也傻眼傻在那边，然后我怎么会就怪怪的妈妈？那时候是医生去给他讲，你知道吧？他腿很长哦，腿很长就好。他讲大腿很长，对，我就吓坏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在生小孩的时候，就在产台上面，然后因为第一次嘛，没有经验，对，然后在那边出力的时候，对，然后就不小心
应该说我很不舒服，然后蒸到一半，我还跟医生说：“医生，对不起，我想要吐。”对，然后在旁边吐完之后，然后我就闻到一阵不好闻的屎味，因为出错力，然后就觉得哇，生孩子其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很辛苦的一件，他笑成这样。就是蛮印象深刻的啦，讲出来也不怕你们笑。对，就是妈妈真的很伟大，妈妈真的很伟大，要忍受这样的疼痛。会不会那个医生也被你喷的整脸都是？是没有，我有跟他道歉，就是排队，对不起。他说没关系，这也很难控制。妈妈也很伟大，真的。对呀，公生也蛮乖的。对呀，我有陪着我老婆在生小孩。真的哦。对啊，你会觉得哦，一起进产房哦。哇。对啊，就不抓着他这样啊，就跟他。你有哭吗？是倒没有哭，只是觉得哇，好新奇这样，小孩子这样。新奇。很新奇，这就是我。然后觉得哦，老婆好伟大，真的。不生了，我不生了，不生了，好，不生，我们下次不生了，生3个。过了1个月又忘了。哇，今天是母亲节，好像有下卡片。对啊，怡欣好像有。哎呦，你真的原来是百宝箱哎，对啊。我就跟我的衣服还同一个色系一起出来。来，怡欣你自己念来。来，要送给妈妈的。我帮你拿麦克风来看一下哦，它还有剪裁耶。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亲爱的妈咪，谢谢你把我辛辛苦苦的养大，祝你永远健健康康。母亲节快乐！他还画了一只很可爱的，你什么时候这虎年是不是？虎年，所以画一个虎，给他转过来给那个大家看一下。他这个老虎还画的真漂亮。他画的，他很有那个哎，什么时候用的？对。他好神秘哦，对我都不知道，他可能在厕所画的吧，我不知道哎，真的厉害哦，很棒哦，谢谢，画很漂亮，有艺术天分，来，妈妈母亲节快乐，对呀，哎呦，那要好好孝顺妈妈哈，多听妈妈的话哈，以后你自己也会是当人家的妈妈，你要好好照顾妈妈哈，妈妈有点呛哈。我借这个机会啊，就是也在看电视的妈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感谢妈咪，对，因为哪个妈妈？对，我的妈妈，对，周秀兰女士，周秀兰女士，谢谢你，因为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她，谢谢这个宝贝，母亲节快乐，谢谢周秀兰女士，谢谢哈，大家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我祝你老娘妈妈讲哦，哈，母亲节快乐，谢谢，感谢本主还有疫情，好，回家休息哈。妈妈还穿母女装，好可爱，真的好可爱哈。哎呀，好来杀下来呢，杀了，嘿，老鹰还有老妈妈，哎呦，带来细数金，哎呦，躺快了哈。来你上公名的多。我没跟妈妈说过，就是真的很抱歉，就是我不知道嫁人当媳妇这么辛苦，这样。好好讲也生饭。谢谢。那你爱弟啦，爱弟甲讲爱爸爸都辛苦啦，不过我希望我可以是妈妈的骄傲。
迎先生好，嗨，大家好，大家好。我从很起讲妈妈呀，罗妈妈，相拥相落诶。罗妈妈记得之前有来过你节目没？几年前嘛，有来過。嘿，然後就嫁幾多歲咧？嫁老幾多歲咧？嫁5歲，6歲。不管嫁幾歲，都係很後生。很後生，媽媽是起着生意好，真的。所以咱們工作安講啊嘛。哎呦，歡迎先生相擁。媽媽來二主講好我新年新希望就是要做好事，說好話。係哈。對。我正經方面大紅還講的嘛。哎呦。好有自信。哎呦，媽媽輸人唔輸陣啊！正經有他講啊，阿冇啦，相擁安講。你小時候會很怕媽媽嗎？應該媽媽應該很風趣的一個人啊。凍僵哦，係哦，用一僵，有一僵，非常僵，因為我媽媽我哩屋卡啦，就係我哩屋卡係阿爸下雌雄。媽媽係嚴格，慈父嚴母，就是爸爸當白臉，媽媽當黑臉。係因為細細安尼大種下嘛，所以先機係冇當好啊嘛，該足手當放片。哎呦，韓國嗬就係講動音嘅運動係講就係不講嗌細細時間係比賽要得名啊，但係當時就出來唱歌嘅比賽嘛。當時係國小語言社，所以家下就係其實我由印象開始，由依然開始學畫圖啊，學跳舞，韓國去學唱歌啊，不管係得到乜嘅好嘅成績，甚至我去考研究所嘅時間，係我係第一名考到嘅，我就拿到獎學金哦。我想講，我媽媽可能禮拜會安撫我一下，結果係唔冇，我媽就講你係應該嘅。哇！但係因為知道呢個好成績，呢個努力。就得到按樣應該成績係應該嘅。哎，媽媽，你這個稱讚一下會怎麼樣啊？會少一塊肉？唔係，我係上班吼，聲音會下比應該了幾個經驗。我教聲音行業是因為我不下吼，我冇教改片，我爸係軍人。哦，從小是軍人教育出來。你外甥子弟嗎？外甥子弟。哦，外甥子弟啊。哦，跟你有冇講下？安尼喲。你講家橋天橋巷。家到客家人啊，係啦。我家官有老講一句話啊，佢講你嘅創嘅嚇，本聲音講下。就未傳下去，那係客家文化唔會傳，那是家官要安樣講，那是安樣教下一台，糖一批都差，這個糖一批主要想傳下去。係啊，我老都不下，我老愛家官咩講客，我唔曉講客話是佢嘅小有改金先生金老師，教我從客歌，從客歌，因為從客歌是專門嘅倆鄭老師教我唱，按聲音，我是聽聲音學，按音啦，按音啦來。我爸爸條話咩向我講，哦，識個客家話哦，一聽到傳神下語哦，真嘅，但是我聲音就唔曉講啊。我哋聽聽嘅啦，聽聽嘅啦，有機會啊，咩學校地方都咩要教，大概講啊嘛，多一種語言就多一個機會，對不對？唔過太子講吼，看像尹先生很優秀哦，媽媽很用辦看尹先生，係啊，係啊，我看佢是佢用萬年咧，我到了很上嘅，比佢吼，很佢考學校嘅音樂老師。音樂老師，佢全冇聽我嘅話講，喊佢一家興趣嘅。佢哋啊唔是咧啦，佢好搞很多學生嘅，佢是一個。係喊佢哋啊，我跟到你講吼，我係喊嚟希望佢吼，轉學教育讀嘅博士。哦。客家經驗見咧，客家博士有乜嘢咧？你係行兩條路，你是行落。走在金字塔
躺在青头前，他自家看不到人家茶米灯那样，看不到他的车尾灯。哎呦，他家文化唔会断。那你讲真紧的。真的，说真的，我很佩服茵茵，就是这样。他当班级啊，佢有听一个郑荣新老师，佢听佢行两条路，我是有点欣慰啊。妈妈亲有哈嘎金，跟对老师了哈。对，真的，茵茵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当评审老师，我本来只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会唱个客家的一些歌曲，没想到他真的对客家的这一些客家文化来龙去脉都很清楚，非常的清楚，真的。其实运动工就是。其实我连我妈妈的手都没有牵过，就是很感谢我妈妈啦。为什么？就是你们感情那么不好？不是，就是对妈妈就是会很尊敬，有点尊敬畏惧这样子。对，就是妈妈到了下，还会动绕 Q， 爱你爱运动爱做嘛，比如讲佢自家有以身作则啦，就係講，比如講，我哋本年細細嘅時節啦，我家下喺大種下，幸福東種下嘅三合院，喺特別補習吼，其實從街東時差唔多32年前，嚇家下我媽就同我去補習咧，不管係補法圖啊，吼，然後係跳舞，從小對你們的教育就係，街東時係我哋錯定公媽媽圖定我哋錯公差，先去學到拜到街路，喊到街路錯公差去種啦，上課上學，我媽咪設計片定愛哩，喺下課呢，喊就有錯定公差轉到幸福，喊幸福還會去，我媽媽我當記得我媽媽家下去個蘇克達，就係摸住嘅時喊做得用腳去踢嗰種嘅，當鼓做嗰種，喊家下。暗熱8、9點咧哦，該當時吼種下摸路燈，係。其實我媽媽當強，唔知佢當強啊，唔知佢當強嚇。但是味道自家摸嘅，唔係下嘅唔係講從兩下講要路燈暗面，到暗嘅該種下吼，該路前暗，還有該咪要叫。會動到會對應係摸住而摸住而起下可能會跌到個水溝。但是味道你也得會前途，為母則強，而且還三貼，還有妹妹，還有老妹強啊！我哋就40分鐘嘅路程，我媽起個蘇克達吼，我哋就緊重過台上重過起轉去，所以該。吹口哨壯膽都知道。對，所以該染土該淋沙全部啲愛你轉嘅。淋沙都啲啊！該老母嘅心跳唔可以轉嚟。唔係講你吵什麼吵，我們要睡覺。幾好在衝喺後堂。根本啊男的跟女的啊，用啥用？我知道，衝對媽媽如果有點嚴厲的話，好像有一些話。平常不敢講的，根本也來貼貼吞在肚子裡面哈。應該有媽發上嘅老媽媽講嘅冇。彼此啦，彼此有沒有互相想要講什麼話？有冇？就係其實我本來冇法度了解講。媽媽有時候會講說，怎麼？就是馬上唔好家家都讓爸爸帶種下，因為我媽媽在隔年嘅時間愛加工啊，其實佢嘅生發以後，吼，佢就未帶動腦嘢嘅萎縮，佢我媽媽家到不愛爸爸帶到種下，佢來我們還擦過秧，我媽佢來飼，還要餵豬，我家下就會想啦，就是。兩手會愛生發的萎縮。其實我看媽媽的手，真的就是很努力。我會覺得就是鄉下有什麼不好，很好啊。對，而且我們3個小孩就是視力也很好，那都很好。然後，但是後來就是自己感應之後啦，就做得理解講，我呢度而家性格環境吼，不管。其實我家講間用運動好咧，還唔過還係會處到唔好，用辦還係自家會較好。該董事長做得了解講，其實做人辛苦
不简单啊。那时候心里才可以对妈妈有就是这样了解妈妈的辛苦，理解哈。我没跟妈妈说过，就是很抱歉，就是我不知道嫁人当媳妇这么辛苦这样。所以你现在好好讲你的身法啦，谢谢。我弟甲本我爸爸都辛苦啦，不过我动努力，我一直很努力，希望就是我知道我还是达不到妈妈要的成绩，但是我很努力的想要让妈妈祈祷，甲本我爸爸虽然懂辛苦，不过我希望我可以是妈妈的骄傲，就是也没有都不好啦，嫁给爸爸也没有那么不好。但是感觉上你现在嫁的好像很不好，是不是？不是，我是说嫁了以后，就是才了解夫家再怎么好，其实还是娘家好。对，就是可以理解妈妈那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到，我普讲诶，我妈妈第一摆到我礼物卡10盘的时间，佢可能我啊，佢让我爸爸讲，哇，你妈妈好厉害哦，鸭子怎么可以养得这么大只？我妈妈没有看过鹅跟鸭都不会分，到后面就要喂猪，然后喂鸡呀这样子，然后还要去插羊。对，就真的哦，嫁鸡随鸡哦，嫁狗随狗，就真的有鸡狗了，真的鸡狗。不过说真的，很多男生好像都会跟女生讲说，哎，你嫁过来我家，我妈要对我妈好一点哦。我妈从小把我这种辛苦的拉拔长大哦，你要对我妈好一点。但是就很少会有男生跟妈妈讲说，妈妈，我老婆一个人只身嫁来我们家。他很不容易哦，对啊，我们要对他好一点。希望大家很多男生朋友应该可以这样子对你们的这个家长们可以这样子讲。对，做妈妈之后讲弟妈妈最难给陪亲，真的，谢谢你，哎呦，我妈妈应该真感动对你讲哈，我当幸福也是讲，我要求去考中餐执照。啊！怎么这么突然很跳痛哎！因为要考到，因为要考到，韩国我先去学嘅學麵包、學蛋糕，今日要學到啦。哎，給邊度羅媽媽清大標呢？正經羅媽媽。我的媽媽好像交代你吩咐你做什麼，你都會達成。我要求佢嘅事情，佢全要做到。所以有點不愛很欣慰，你多多困聽佢啊，係冇？那你現在還少了一個博士，好不好？剛剛媽媽已經有講。哇，葉坤儀他們做的扣力哈。這個可以剪掉嗎？怕變證據。努力啦。佢哋啊，卵糕啦、麵包啦，還有包啦、饅頭全部都會做，一邊做。唔過我唔是吃糕呢。他一般，我願意那個當那口試員。今天真的大鵬啊，你母親節終於辦法有請媽媽向我哋上節目啊！糖豆太起個女性化，明年哦，還先屯安酸好來，好嘛？明年長過來啦，好嘛？長過來衝過。根本嘢按自勢，什麼嘢啊？哈，係啊，新部嚟都亞大 V 嘅，係啊。雖然有啲嘅機理，但是係咩東翻譯哈？那他們是膝蓋蘇克達，蘇克達，然後再，現在有專人接送。好啦，謝謝你們，謝謝，羅媽媽，謝謝，節日快樂。看睇今晡日也只單元嘅節目內容，大家一聽會感受到做媽媽嘅辛苦。人講北山好味鮮，不管用品型，孝順也愛係做唔盡最基本嘅事情。稍後來先休息一下，向下來欣賞精彩嘅鬧熱音樂會哦。人講堅強自大又善良，算是一份客家料理給精神，愛嘅苗栗誰愛？那苗栗的貓怎麼叫？你知道嗎？就是這樣。你可以學一次。喵喵。我沒有練，沒有。哪裡的貓都是一樣叫吧？沒有，山上的貓怎麼叫？你知道嗎？不知道。為什麼？因為原住民養的。
音乐音乐会，哇，今日现场来到一位啊非常优质的安尼客家讲师妹来到现场哎呀，也算客家嘅新生代一位女歌手啦。冇錯，根本要帶來嘅清新嘅一種創作嘅行業專輯來睇自家來分享。係，等下都好好的訪問下咧，哈，啲料啊咧，哈，先嚟彈吉唱歌嘅。來歡迎苗栗姐妹夏怡麗。係。有早起來嘅只是那麼體力，大家喜歡嘅，溫住就起記，講就起記，望見走得老記，強下邊，有時跳就跳，鬧就鬧，有就有唔錯，卡哇伊拉西，太白就起記，發他就起記，也下玩記來創，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人講堅強自大又善良，算是一份客家料理嘅精神。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苗栗3歲文化好認真，分享客家來談愛故事。有早起來嘅只是那麼體力，大家喜歡嘅，溫住就起記，講就起記，望見走得老記，強下邊，有時跳就跳，鬧就鬧，有就有唔錯，卡哇伊拉西，太白就起記，發他就起記，也下玩記來創，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人講堅強自大又善良，算是日本客家料理嘅精神。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苗栗3歲文化好認真，分享客家來談愛故事。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算是日本客家料理嘅精神，愛係苗栗細妹，愛係苗栗細妹，苗栗3歲文化好認真，分享客家來談愛故事。金娜姐，你好，首次见面哈，对，然后我看过你们很多次了，这样真的吗？在哪看？我哪时候被你？就是那个不务正业啊，古虫粉丝，粉丝，那么有质感的一个女孩子啊，看那些没有营养的片子，不会啊，不务正业两妹亲，真的哈，我室友每天都在看呢，哎呀，每天都说你要去一个礼拜你要去发一集而已，对，一个礼拜发一集，就是他就是一直重播，重播，这才是粉丝的行为，对，就一直反复观看，就是，哎呦，真的看到罗哥就定格啊！我真的，他们就是看你西门町那一集看了很多次，对，一直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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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今天主角不是我，今天主角是你。对，啊，今天有主题哎，苗栗細妹就是你专辑的名字哎，这首歌真的很洗脑哎，很洗脑吗？苗栗細妹，苗栗細妹。这个就像跟唱那个南庄那样，南庄的細妹也讲你。我知道，不用，那个是传统的风格啊，这个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带出来的不一样。哦，还有一点日本味，编曲，有点还有三味线的那种感觉。三味线还有那个好像日本祭典那种鼓，对，因为他们叫什么鹰头吗？对，东京鹰头 ，Q 的鹰头啊，对，然后里面又会听到很多拍手的声音，这样，因为就想说要让，因为这首歌哈，要属
亚述狗口，是整张专辑里面第一首狗口，然后也是想说做一个开场序这样子。主题曲，鼓手就是有做很热闹、很欢腾的气氛，所以我们用拍手来做那个锣鼓点这样子。真的，呀哈呢，好上西摩的客家做的工作暗脏的摩多呢，厉害呢，摩多啊 ，Vito 会出了专辑 TP 了好客家话，唐国也没有你待3年哦。我在台北长大，但是呢，因为爱做亚种专辑，那就转去我苗栗的故乡，迄3年。真的假的啦？真的啦。伊个哎呀你 Vito 专辑哎，苗栗安尼待3年。嘿。做有没出亚种？嘿，我苗栗冇朋友，所以就唔对去奈。不过听说迄因为嘛该就会讲亚种专辑精神，本上都去亚个可能迄亚马萨嘅故乡。我去家嘅故乡，没喺我四川人啦，我阿公胎、阿婆胎就喺到苗栗。很脏啊，阿公胎、阿婆胎。你苗栗銅鑼啊？銅鑼誒兩隔壁。係。我3年啊！3年哦！哎呀，走路5分鐘。走路5分鐘，跨過線這樣子，跨過區界就到了。對，跨過線。走路騎腳踏車至少要10幾分鐘嘛，對啊。意思係青群嘅意思。東區兩隔壁啊，用到總條。苗栗青島精英呢，厲害。精英啊！來介紹一下，他衝咗2條歌。毛梨細妹哈。毛梨細妹，苗栗細妹。貓梨就是以前苗栗，它在日本时代就叫猫梨嘛。对，都厉害呢，懂腔哦。哎呦，懂腔哦。因为懂人会认为猫梨就是那个石虎，其实它叫猫梨猫。对，那其实猫梨就是苗栗的旧称，其实是台湾嘅原住民苗栗的一个旧城这样子，都猫梨。对对，日本时代叫猫梨嘛，然后后来是国民政府来台以后才改成叫苗栗。对啊，所以。这个所以它是很有渊源的一个曲名，把它融合在你的歌词里面。其实我就会苗栗 say more 嘛，然后也是介绍说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主角，就西推爱沃卡给 say more 耶，然后爱阿婆胎，爱阿婆妈妈，然后爱就会苗栗 say more，然后就是也是介绍苗栗有东后告东江的地方，环养太家来告。真的苗栗现在真的，你看台三线你怎么下去？那苗栗还有海线、山线，都不一样的风光哦，风景真的很多花季这样。对啊，你像铜锣现在也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酒法，对，对啊。自泡的法，还有不过在那菊花园拍照要小心，你不能就躲在菊花园这样，整个这样拍，小心什么？中午对，就是只露出一颗头，那个就会尤其是怕被人家后置菊花的绑上2个袋子，会被误会哦，大家要小心哈，真的。Q 发田地不会读去凶的事情。铜锣还有九华山呐，跟那个庙是宗教圣地，新圣地，那个每天那个香火鼎盛，非常旺。还有一个地方，哪个地方？俺沃卡嘅传堂，东后生。你沃卡可以吗？嘿，你沃卡房间有开有，你沃卡传堂，有堂过封鸭冇？封鸭，封鸭就是封鸭，是人家的祖先祖传200年嘅封鸭。封鸭，像封牛嗰種封鴨。所以你沃卡喺快傳堂咧，啲銅鑼，他排來，銅鑼是都專門給大家給個地方。啲嘅救父村，救父村，封鴨喎。可以救誒，很厲害，大概也是3年。對，鼓手我就轉去嘅時間，我就聽書家裡不給他傳堂，係啊，沒啦，在地生根嘛。對，還有縫鴨嘅忙是這個，有閒時間就他喺呢度聽講對，苗栗貓，那苗栗的貓怎麼叫？你知道嗎？就是這樣，你可以寫一次，喵。喵！我们有点没有。哪里的猫都是一样叫吧？没有，山上的猫怎么叫？你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不是。用个黑。山上的猫喵哒啦。为什么？因为原住民养的。
这段最后被剪掉。演出名秀给了，这还可以啊，这还可以。好了，那再来听一首歌了，按讲个谁啊？没有你来呢，对。OK， 沙雷给小下来，我会唱一首歌曲，叫做《阿爸有糖豆》。阿爸有糖豆，阿爸。哦，阿公都冇糖豆。阿公冇，阿公唔知嘅。唔知啊，阿公冇糖豆。阿爸有糖豆。阿爸有糖豆，啊，床头以后他家煮糖豆，好，好来唱歌来跳歌。好。夜夜给梦住，清清楚楚，嘟嘟给在身，清清楚楚。你用你印在爱心关度，夜夜给梦住。清清楚楚，细细嘅眼神，清清楚楚。想爱带你去游览，跳摆广告嘅地方，想爱见起你嘅心，行过江山流水，想爱带你去游览，跳摆广告嘅。穷海中大都难，穷海中难都难。习惯了，习惯了，爱到好遗憾。感动因为小秘密，淡淡阿妹爱乖乖。习惯了，习惯了，阿爸的也的啊，阿爸给心酸爱。对你给爱不梦也会伤。你用爱印在爱心关度。夜夜给梦住，清清楚楚，细细给眼神，清清楚楚。想爱带你去游览，跳摆广告嘅地方，想爱牵起你嘅心，行过江山流水，想爱带你去游览。恐吓中白都难，恐吓中难都白。习惯了，习惯了，爱到好遗憾。感动因为小秘密，淡淡阿妹爱乖乖。习惯了，习惯了，阿爸的也比啊，阿爸给心酸爱。对你给爱不梦也会伤。呀牛下子从公随，自上呀牛大。呀牛下子从公随，自上呀牛大观众。
爸有糖豆，阿爸有糖豆，没做得，没做得啦吼。条条狗的唔喺下本去解阿爸，你天涯家婆下的哈。哎呦，我讲一下故事啊。因为吼，我一种苗栗細妹一種轉型，其實吼係寫我阿公太老阿婆太嘅故事。哦，你對佢咁有印象？係啊，冇印象。冇印象，你有辦法寫到家的故事？因為吼，我媽媽帶的我，去請我們當地銅鑼的長老。是，就是為了要創作一種轉型，做田調，對，做田調。然後呢，就問到說以前的日本嘅阿公太嘅故事，對，才娓娓道來。所以我覺得給他的故事很珍貴。然後那時候的愛情啊、親情很偉大，就那個時候的時代背景，嘿，亞述就有點像海角七號那種感覺。我們從真實。因為亞述歌曲係寫我嘅阿公太，然後佢嘅妹嘅就係我嘅阿婆家婆，吼，佢用啥？但那時候我的阿婆應該是11歲，吼，我嘅阿公太就因為戰爭結束，佢就被迫要隨着軍隊，然後轉去日本，就被迫跟家人分離這樣子。哎呦，我剛剛隨便講一下，還真的。真是阿公太係日本人，係日本人，所以有日本血統啊？冇，因為我嘅家婆係囡仔來嘅，收養的、領養的，故說這樣時他們就分開了。這樣時又冇 line 啊，又冇 email，專門得打電話，馬開就冇，就下新的都係啊，有都講死你，就聯絡唔到。故說那時候我的阿公太心裡呢就很心心念念地台灣嘅家人，然後他也記得，他答應我的阿婆太說，我將他做到變老人家，他就很努力想要轉來台灣，他就最後花了16年的時間，再一次籌算來到台灣，轉來苗栗，請到我們的家人，這樣子，對，是這樣子。黑下來嗎？嘿，黑下來，然後兩個一起終老。就定居在苗栗，剛才亞述歌曲就會寫爸爸老女兒兩個人跨海越洋的思念之情，還有爸爸對女兒的一些叮嚀。因為這樣是我嘅家婆張生一歲，所以他就是因為爸爸離開了嘛，所以他就是扛起家裡的經濟重擔，這樣子就出去打工啊工作。所以說實在的，那時候。我嘅阿公太比較有東東攀的啦，捨不得女兒，就冇辦法在神棚待的那種照顧起來家人，真的這個故事，只是說這個，當然你有創作的能力嘛，也會寫歌詞，也會寫曲，你要創作的按呢，這個靈感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你想要去做客家音樂？你讓我想要做客家音樂。我情感妹知道啊，為什麼我會來做客家歌？對啊，因為我從細就會學跳舞啊、演戲啊，我是學表演藝術，綜藝表演嘅，跳舞。所以好嘞，有茉莉貓，不是足球，人家是健美，好不好？對。然後呢，我大學也是讀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系。你讀國際系？那應該很多身段。Chinese opera。你了紅紅線哪裡哪？不是這首。後面怎麼歪台？歪台。所以就是有練一些身段啊，還是現在要教你們小露一手。可以啊，你是有他有你是唱分那個什麼角色？對啊，分角色。其實我們因為是大學學的，全部都有，所以就是都有學。那主攻什麼？主攻哦，我其實自己是術科啦，所以就是身段比較多。好，所以我們就是來做一點簡單的。好，那我教你們好不好？好，不要太難了。很簡單，翻跟斗嗎？我剛有跟工作人員對過，就是最簡單的。最簡單。我只能下跪哦。好，來哈。好。第一個動作黑呀，這樣雲手，那個動作叫做雲手，對，轉手腕，小的哈，聽一下哈，黑大的雲手，黑這樣子穿過去，穿過去，打開，對，然後最後一個動作是這樣，打開。好，來謝幕，謝謝大家。頭看右邊，掌聲響起。走得冇，走得冇。
送的，所以再一次，哎，有啊，云朵，哎，云手，对，云手。这个很像。走遍大江南北，靠我双腿；直遍山珍海味，靠我张嘴。哎，你比我还厉害。哎，我比你还厉害。罗哥唱腔还了得呢，真的哈。主角不是我，主角是你。对，身段做完了，哎，身段做完了。对，然后呢？嘿，MV 吼，我5年前读到亚哈给公司，叫做好痛音乐公司。好痛，懂痛给音乐公司。好痛就是很痛这样子。很痛，对，很痛音乐公司。谐音痛就对 ，TONE 这样。这公司怎么会赚钱呢？赚哦，真的吗？赚，真的。对啊，没有数钱数到手很痛。对啊，对，客家天团。巨星真的，对，还给师兄艾克勒安，对，艾克勒，邱连青代阳这样子，有2年代用。对，那时候进到公司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他们是要我，就是一开始是要欧美电影女团，可以，所以我那时候我觉得也很适合，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练什么 hip hop 啊，然后什么 Blackpink 啊，而且很像现在就是韩国很多做 City Pop 那种音乐的那种，对。但是呢，之后呢，给阿丢就。低矮黑他感冒，然后就全公司的人，就是包括俺给师兄，然后老板这样子，就鼓励俺会走去搞母语的创作这样子，是因为这样子。对，而且你有这么感人的故事，那时候还不知道，而且其实我对音乐也是学到一点点，对，然后从来没有后沟创作，所以也是。算是公司也鼓励我，师兄也带着我一起做这样子。反正先试水温嘛，对不对？你如果这一张出来，然后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话，大家关注的话，你再来展现你的那个，就有信心继续做下去。要拜托2位前辈多多关照。你刚刚跳舞是这个，罗哥可以。对，要靠你自己努力了。真的，他很有实力，也很本钱。你求人不如求己，对不对？自己要努力，人家看到，哎呦，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生不错，很棒。然后他相对他就我跟你讲，他比如说碰到谁的时候，我跟你讲，最近客家界有出了一个女生，叫做下一位哈伊丽，爱肉摸爱哈伊丽，对这个女生很棒，长得又甜美，对身材身材又很健美 ，beautiful，对，然后歌唱得好，又会自己又会词曲创作，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常才，一定会特别加以介绍啊。还有这么棒的前辈带着，对不对？是啊，嗨咖了嗨咖了，年头赚到年尾，真的，师兄一定很照顾你。我去到的很多客家场合都有他，都有啊，真的啊，哎呀。所以向师兄学就对了。可能他们价钱比较便宜啊。没有，也没有，没有啦，我不知道。没有啦，开玩笑。对他们值得。那听说今天好像你这师兄也来到现场，有一个神秘嘉宾。哎呦，已经不神秘啦，不神秘了，已经讲了。这还有什么神秘不神秘？就会俺跟师兄、大师兄邱连青阿 K。你要跟他一起合唱一首歌吗？是的，是的。该搞，做一首歌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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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假的？假的啦，就跟着唱。真的，我越看他越觉得很面善。真的哈，你长得你以前的前女友吗？不是啊，她长得真的很像曾国城的老婆，真的，一样美丽，一样就是贵气，漂亮，贵气。对啊，我们刚才在跟罗哥讲，有贵妇。贵妇脸，对呀，还有贵妇的身材，不是这种贵妇是什么身材啊？这种贵妇不是我这种身材。对，肥嫩那样，没看怕剩啊，边边斜讲。其实这种女生就是要有一滴扭的，对啊，才可爱啊，比较不会痛，才后浪啊，对不对？对呀，后浪，对呀。师兄这方面很清楚。来，带来一条歌，来，做一首歌曲。其实我们2个都会那个打拳击打拳。你们是平常真的都会去那个练拳击馆那个地方？爱最便宜，哎呦，哪一条拜有好高？你是属于就当沙包那一种？
春夏，安上老心拄对你的思念，冲奔一趟。人群的路，那会有谈笑，顺松顺对本爱倾斜，这里密密麻麻写给心思，爱冲奔一趟。做一首歌曲来记得你给我，你该温柔，从强强该把安定影响。做一首歌曲，感觉也唔爱你。该肯定你该想，从后山到面路。做一首歌曲，恩良下来合唱。来来往往，幸福爱跳舞，思爱相好。做一首歌曲，永久永久做伴你的心肝头，双双相依来安养温暖。看到天堂，想要安到家，夜空娃娃好顺下。安上老心拄对你的思念，冲奔一趟。人群的路，哪会有谈笑，顺松顺对本爱倾斜。这里密密麻麻写给心思，爱冲奔一趟。做一首歌曲来记得你给我，你该温柔，从强强该把安定影响。做一首歌曲，感觉也唔爱你。爱肯定你该想，从后山到面路。做一首歌曲，恩良下来合唱。来来往往，幸福爱跳舞，思爱相好。做一首歌曲，永久永久做伴你的心肝头，双双相依来安养温暖。幸福爱跳舞，思爱相好。做一首歌曲，永久永久做伴你的心肝头，双双相依来安养温暖。徐梦来个，大忙人呐！你是年轻模范。从今以后又会有一首歌，有点节目当综艺做的对唱一条歌，有加一首对唱的歌，对啊，好轻松啊，好好听的一首歌，对，很讲一个传统的元素，对啊，这个对啊，好有那个编曲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哎，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邂逅的？咱们两个站那么远干嘛？他心一直往我这边靠。对啊。邂逅，没有，就是刚开始被我说中了啊！对啊，你每次都乱乱点鸳鸯谱，四个孩子了吧？四个孩子，其实对老婆厌倦了，是不是？对呀，早就厌倦了。其实我们两个已经5年了。哎呦，在一起5年了。哇，音色啦，培养感情5年，音色啦，音色，哎呀，音色5年呢。对对对。哎呦，那怎么会5年以后现在才做？张有俩转些的。还是5年前认识他就
跟你讲说啊，你要去苗栗3亿那个铜锣住3年啊，3年住完张赚。给你下指令这样。没啦，就是因为就是公司也是想要厚厚的培养我，故说也让师兄带着我这几年，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台北长大嘛，然后他搞法就讲给唔好啊。病还好，有吗？我又不吵，很不吵。然后所以就是也是回去3年，然后在地吸收在地的养分，然后把我的哈嘎发娘转来用，然后也慢慢的跟师兄学创作。一开始不会啊，一开始创作不会，妹不会冲走吗？没有，妹不要下。苗栗生嘛，黑眼踢术。从早会勾结对，是跟师兄一起。老师师兄一直逼着你说啊，你要写啊写啊写。之前合唱哈，其實合到啦。對。不過我苗栗什麼嘅書啫，我講老嘅強下都寫過。就強下總統抽走咧，請阿 King 就抽咧，佢正經寫過清講咧。有你強只時間有冇？佢講，冇人講嗰個寫好嘛，我講很忙咧。你講啊，佢冇專業寫一下。剛一就下火，他也是快手就對了。快手哎，然後你講哦，有100，第100，不是快槍手。第100，我要學創作的時候，佢就帶我去一個地方。哎呦，那地方就暗暗的香香的。給個 vodka。第一次認識你就把人家帶到家裡，啊，還蠻共買。有什麼企圖？還蠻共算。老婆在嗎？心啊你啊！給個 vodka 嘅錄音室啦。不用吹啦，不用吹很多音樂人都是這樣，故意自己在家裡弄個錄音室，然後就帶一些愛唱歌的人，騙一些無知少女。俺有糖多，俺有糖多。你有聽到？不好意思，不是說你啊。沒。對，然後那時候我記得第一次我創作嘅時間，佢就用一段音樂 backing 哈，然後就說拿着麥克風就叫我就是唱進去，要唱旋律進去，然後就嗰陣時就拽啊，拽啊，就是拽不行嗎？拽有點。唔好彈係嘛？專否男生有點輕佻的，男生可以講你拽，女生錘子、錐子，好到咧，那就嘅，那嗰樣時就然後呢，他就說，我就說。可不可以你先出去5分鐘？因為我那時候覺得，對，我覺得你要我唱什麼，我唱不出來，我知道很赤裸這樣子。對，我是說，那師兄，你先出去5分鐘，等我哈。你要讓我有心理準備。對啊，我先洗個澡，焚香淨身一下。沒有焚香淨身啊，讓心情沉靜下來。然後呢，結果。他就先出去了嘛，然後我就在裡面這樣自己想那個歌，結果過不到2分鐘，佢就音落來，繼續講，太慢，哦，這麼對，按慢，要怎麼寫歌這樣？對，所以我的創作是被他逼出來的。哇，2分鐘也太快了，你2分鐘你就想要？他只去上個廁所就回來了。對，在門外偷聽。用背出來。不過很多好的音樂真的就是這樣被逼出來。訓練出來。你有時候再拖，然後拖啊，就是你就想東想西，一直在鑽牛角尖，反而創作不出來好東西。有時候你那種硬逼，有場時那個直覺是最對的，就衝出來。老天爺給你的神來一筆啊！出來才書跟有行嘅書先藝術，寫出來，創出來是錯咧。對呀，係啊，所以貓狸女孩就是誰貓就會按你創作出來。對，你看，只要靈感來了，就是這樣。是，對啊。哎呀，這個師兄也不錯，聽說他們培養共同興趣。哦，還對啊，共同興趣啊。除了創作以外，還有共同興趣。自從那一天錄音室之後，就有共同興趣了。慢慢培養。對，有冇該共同興趣？是認真的興趣啦。認真的。對啊。就是我很認真。阿 K，你冒冷汗了，是不是？對，他一直。對他覺得冒冷汗的是怎麼回事？其實我們2個都會那個打拳擊哦，打拳，這麼 man 啊！有時候2個
出气了。不要这样的，我这种拳击吗？花拳绣腿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啊，人家现在写不出来歌曲吗？对嘛，给我5分钟至少。打天啊，打天，2分钟就进来了。好了，俺多，俺每次要运通啊。哦，运通了。吧？对他们不错，还会一直自己 Q 着。好，对啊，我们要运通回来，嘿，运通。因为应该运通，因为应该动好听痛啊。哦，我比较感动，我也很爱动。没有，因为一只心又7只空。哦，一只心有7只孔，一只心有7只孔，什么意思？就有很多的很多的思考，你想哦，心头想法，心里面很多洞。我只是知道人有7孔而已，心也有7孔。哎呦，这是一个跟Andy跟肉骨一眼，那是比喻啦，比喻一只心7只孔，安尼摸呢，对吗？哈，想太多啊，对吗？哦，人还是要专一一点，心要专心一点，哦，用心专心，哦。哦，放心，就会放心了，对，就会放心了哈。对，你们有做什么运动呢？一起。对啊，打拳，我们可以一起打个拳。现在吗？就真的，你们2个互打吗？你们会去？我们可以打，然后你们可以演。我们闪吗？要不要？你们是平常真的都会去那个练拳？拳击馆那个地方。最近有。哦哟，哪一条拜有好高？你是属于都当沙包那一种？嘿。是我啦！啊，你才会变瘦啊！哦，沙包可以变瘦哦！来，对，那就针对他吧，你们2个看怎么弄一下。做咧教大家简单的哦，好啊，做大家简单的动作，拳击动作，要帮你拿麦吗？有什么不一样吗？好来，哎呦，1，嘿，2。hook 就是勾拳，哦，虎克船长，赖的，哎呦，修转来，收回来，好，就是一个闪躲，对 ，Yuri，哦，这个我在看泰森，哦，U，对，有 W 吗？有啊，泰森真的好强，很强，很快，轻脚，赖的 ，hook，赖的，连起来了，哎，怎么没有下勾拳呢？有啊，没做的，哦，up，懂 up，哦，真的，懂 up 哎，连起来好，所以 1 2 3 light Yuri light hook light， 好嘞，耶！哎，感觉打拳好帅，很帅啊！请问一下。这个跟音乐有什么关系？训练节奏感，训练还有心肺功能，还有脚步，对哦。音乐人活长一点，对，通常都肝肾功能不好，控点，对，因为给你绕过啦，该偏动作该训体为偏痛。哎，正经，有较超呢，我听我问琪琪讲有，我超才500公克，有精准，500公克就半公斤。哦，难聊什么？我说我上个厕所应该就有200克，早上起来也是瘦了500克这样。哎呀，尿一泡尿就没了，对，运动好啊。不过真的年轻，你很厉害，你发现了这么一块宝。哎，应该是颗钻石哦，钻石，我觉得它这真的是钻石，闪闪发亮。而且你会在演艺圈会很棒哦。谢谢。你会加入豪门，只说他面相很好。对啊，你就红了以后，就会有很多富2代来找你啊，就会加入豪门啊。他本身的那个特质啊。搞不好他本身就是富2代，哦也是开餐厅的嘛，冯阿嘛，说的给他传糖吃一下，哎，对，而且我刚刚是在荧幕上看了你一下，你是有台缘的，嘿，而且在跟你聊天这当中，我觉得跟你感觉不会很陌生，对，就好像邻家小女孩一样啊，应答如流，就是很自然，对，厉害，走对，对，罗哥肯定了，赞，你前途无量，我多多支持给新的转型啦，充电没有，你什么？我们下一位啊，下一位的姐姐，下一例，对啊，转机的话，大家多多支持啊嘞，哦，挺错的哦，对啊，今天也谢谢你们来哈，谢谢，新专辑本他个糖啊嘞，好，以后多来。
好，都来创国门他堂，好，好不好？没问题，不用来，没关系。对，哎，走过不面前，带点起来了，那带点起来。那会一个 C 妹啦，这样罗哥更开心。哎呦，带着那会一个 C 妹就可以一起来。他真的蛮生大汗，这么热。好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那个好创国的啊，大家就报名。大家打电话0966676676，还有传真电话011777813等待几个打电话。好，等一下就打电话来啊！好来，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谢谢两位，谢谢。感谢多多支持，洗个转心，美丽生活。好，还有什么？小康老师，要去要欣赏，辛苦嘞，辛苦了老师。还有天成为观众员，辛苦嘞，辛苦了现场工作人员，多多支持，美丽生活。下礼拜我们记得咯，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空下来，各位拜拜。